爱上爱点歌，做哎，点歌。金币冲来讲，爱上爱糖葱，你一解啊，做得吗？做得。偏偏的就爱从头发开，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南偏北偏，爱用过了19年，你陪我慢慢走。罗哥开刀的时间，他们就亲手。我太太有同我讲啦，吼，我妈妈当伊伫屋卡，伫医院门口，伫那一组求田讲拜托，帮我来多活几年，多活久一点，要不要给妈妈拥抱一下？阿妈意思讲已经拉的啦，吼，不是讲我已经活过了，我做的。就是他希望折寿给我，那时候我听到我真的好难过，我觉得我很不孝哎。喂，大家好。356那冲啊，心路开哟，无冲过的心爽，闹热大擂台，闹热强下来。喂，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峰啊哈。吉娜，吉娜，嘿，世界上有一种工作，一开始上班以后叫做我下班过。哦，阿弟，7-11，黑吗？唔黑啊，没有。哦，他每天全年无休嘞。全家也是哈，哦，莱尔富好像也是。全家就是我家嘛。但是每天的无私的这样付出，他却甘之如饴。哦，你知道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吗？艾迪嘞，阿梅妈妈，肃然起敬，妈妈真的。今天就是我们伟大，明天啊，天公爷啦，天公爷最伟大的母亲节，母亲节，所以按今年呢，按下个电视台，还有制作单位特别做一个特别节目，特别节目，母亲节的特别节目，有抢到啊，那个啊，哎呦，按都会母亲，你看，母亲，还有母亲的儿子们，安尼好朋友嘞，从国外问他个糖，因为他讲做义工大快乐，好好的糖给他都。从后堂来过，还有嘛故事后分享。对，好，马上第一个单元，诸位，对你讲嘅法，相对讲嘅法，有请 TV 係來自花蓮嘅林冠權帶來 Tell You。好，嚟等我啦。一两条发家一生的梦想，染了暗光，开始等一朵天光，将眼神眸子含含，恋愛是種甜痛，老老悄悄歸通旁，點可讓你在那地迷鄉。一了頭發酵以後，秋天香，染了暗光，天不經變是經錯，將顏色汗水含含，等於是心酸愛，老老悄悄歸通旁，等可讓天有我的迷鄉。有匆匆的心思，點點空地解陽公路，相愛跳跳老你講了雜故事。我有發酵的心思，總得打造一寸一路，一早早的陽光，不是安心鎖。我有匆匆的心思。點點空地解陽公路，相愛跳跳讓你講了雜故事。都有愛有發酵的心思，總得馬也馬看一寸一路。
早嘅暗讲，不是按心说，天空样是银色那边，迷香。谢谢，哎呦，谢谢我的粉丝，不得了，不得了，我也是你的粉丝。哇，讲明明真冲过，咩真厉害呢？今天感觉起来吼，其实我啲节目当中看过佢亲有喜着的一摆。有嘛？有感觉嘛？到此为止，到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转型哦，你刚唱那一首歌好有气质哦。对啊，对啊，又温暖又感动。你都有念经堂哦？有哦，冇呢。有哦。他是场面话，但我有认真听哦。有，真有感情。有感情。今日唱那条歌真的，有嗰種感覺啊！像有發上會講啊，對，母親節呢？母親節，條歌有獻本嘛啥？我嘅阿婆，佢吼來安尼節目比賽按倒擺，吼親自有演員係乜嘅點啊？係嘛嘅？我唱過本啊？唔係，佢 V 到嘅阿婆。V 到阿婆。係啊，就係啊，因為細細時節嘛，因為家裡啊冇嘅人氣啊。哦，你现在是想到阿婆对你做过最温暖的对温暖的事情，冇人去啊，咩冇该天山有冇？今夜就冲了，你好按出歌，冇人去啊，冇钱啊，冇把脸吹海风就好。系啊，黑暗有吗？没做点，不过该有靠山，不看捏夏天有冇？哦，该就看捏啦。不过我水冻住嘅時節哦，就會阿婆我細細嘅時節啦，水凍住嘅時節佢會用嘅山呢。真係山合風啊！係啊，山東係水體嚟，佢將會嘅係啊，佢將會燒血坤啊，水佢嘅安樣。哎呦，安樣正經係啊，就是疼惜像你嘅心情。對，所以你要從細隔代教養阿爸阿媽較無限嘛。係啊，啲老輩做事情啊，全部阿婆阿公帶大嘛。係啊，所以對阿婆嘅嗰種感情一定懂沉。係啊，聽嗰個母親節有乜嘅話想我對阿婆講？係啊，同阿婆講一下。哇，阿婆，我愛你啊！哦喲，哎呀，我寧願啊，不要所有事情，我可以不要工作啊，我也可以不要健康。給阿婆養嗎？沒有，不行，你要有健康啊。但是就不能沒有阿婆，你知道嗎？這個所以有好啦，講真的，係啊，你看他寧願一無所有，但是不能沒有阿婆。對啊，真的。那給我來哈？沒有，要先忍住，因為後面的他們等下後面唱完會哭一片。所以要先讓他們流，補妝會來不及，要先讓他們流下那個淚水。對，大家比較不喜歡看你流出鱷魚的眼淚，多餘，對，多餘的眼淚，他感覺比較是大家喜歡看你正向啦，還是比較有那個歡樂一點的感覺。哭的這個工作，等一下就交給我們，後面還有精彩的，這個後面的女士，澤偉老師，張碧欣商，都很期待。好了，OK，謝謝冠軍，謝謝安志生，多謝。好啦，沙下來哦，係你嘅總水從帶過，我帶來三個字，好嚟談講啦，係。公子哦，色大彩哟，真见有心呐，身中见有感，爱非有心哦。
水从泰国，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电视机面前的观众，大家好，一年一度啦，母亲哦，真的对俺来讲，在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啦，无私的奉献。我个阿妹离下91了，91了，还有啲天使姐妹哦，今天看啊，你做乜看啊？阿金，母亲节快乐！阿金，伢来又上天喜了。哎呦，妈，我在这。我跟娘妈妈给用时个死推照顾人来讲，因为哈，娘妈妈讲几多生意呢？讲几多？5、6個。有的以前生意，有的話不，有個意外啦。他冇按工。萬順。講嘅歌馬耀強嚇，講唔過趕財病。係嘛？係咪按你意思這樣？狀態就愛使用啲啦，就阿姊啊。特別媽媽們應該當辛苦哦，土筍嘅哦，太土啊吼，天嘢來又種筍又見土人下去，土到70、80歲咁樣都係土。真係啊，辛苦。大家傳統心都係呢。係啊，唔過講到辛苦吼，還有咱可以將母親喊他辛苦。哎呦，還有俺奶嘅母親哦。奶嘅母親。他講奶奶同一般人較冇共樣係啊，所以是講無啦，佢細講出來㗎，冇幾樣嘢身體做到唔好。講係嘟辦到2年2年嘅，佢就個太兩歲啊，佢就差2歲就出來哦，就出生。就身體當唔好，就發燒啊，家到2年要特別要吐台北2年台北走上。幾樣事要冇嘅人哋過到5號。冇，家坐火車哦，下巴要冇安尼要冷氣當燒吼，1、2點鐘那個病啊，要坐安尼平快吼，要當熱，啊，個較太要2、4天要快點去我要去上班，當辛苦，真辛苦啊！人家本用去照顧你，一作死我就40度上台灣呢。係啊，所以講腦要爽到嗬，小費睇啦你啊，所以你嘛個人就智商就較大，一喺度寫。你下36、7歲，36歲，佢個智商挺多，差唔多3、4年生啊，你小3、4年生19歲，是這樣的智商，算中度啦，所以我不用
实在真辛苦，也好得记吼，那么吃苦嘿，吃苦耐劳，我不用见面嘛有累呢，太有累哦，含情脉脉的看着你，条狗我们就会先冲本给，太有累，安尼一听到伫唱到安尼舞台动作，哦哟，伊较害羞，不要害羞啦，给麦克风都拿了，有发挥功啦，来唱来，从太瘦了，来，不可懂哦。文雅，应该他辛苦，真的，主持人好，大家好，你好，哇，太太的照顾生意呢，照顾30人年吼，系啊，跟样板辛苦做来团下的分享啊，你冇？是讲我发加到事件，比扮演好多事件啦，像到学读书来讲吼，因教一遍2遍是难，爱教会10遍以上，因教会将时人慢慢教，嘿，hắn既然生长迟缓啦。所以发时间好多，还要有耐心啦。我婆婆咪当好的人，我咪向去学习啊，然后去学习啦。我婆婆还有吃苦耐劳啊，当吃苦的啦。我婆婆是我榜样啊。其实我上班就也有，因为我给频道哈，也是会出去会访问到一些也是有相关性的一些家庭哦，他也是有碰到一个罕见疾病的这个父母亲，他们后来就是会认为就是说，这小孩是天使，没有，他是天使，他在要投胎的时候，他就在看，他认为你们这一对父母亲可以好好的照顾他。对，所所以他就投胎到你家。对啊，我也是这样认为，每次都安尼样的。但是所以讲，我有参加个协会嘛，哈，协会哈，就新竹县的智障福利协进会，我都在做理事长，做2年嘛，都前他们都将卸任了，个2，所以我个协会哈就。算像智障孩子的家长组成，所以我哋创会办嗰啲活动，我们都会有意见交流，所以我协会嘅吼，看伊咧比我辛苦，比我哋辛苦嘅人哦，咩行啊多，行啊多，就当多安，所以佢也当。就是互相珍惜啊，互相帮忙。我太太比我好热心。里面有空余时间，他还会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屋及乌这样子，互相帮忙，就对吼，变系较需要人帮忙啊。对，阿娘太太我穷阿姨照顾，留身障人士去看嘿，因为我都在做理事长，我第讲新竹县哈，哪个家庭较特殊的哈，比较有需要帮忙的，所以我就抵啊，我就较抵。所以佢会绑时间去。用大嫂有周公嘛？还为身障人士做过什么很难忘的事情？我现在是做照顾服务，也是照顾18岁以上的。18岁以上，18岁以上，成年智能障碍，一般我都办个活动啊，因为我的声音，他把会较冇办法控制啊，都是唔好甲他样办吼。我一摆吼，一下唔拄好乱插咧，就天来就动欧洲啊！佢睇下人看到有啥冇干冇晒，有啲假裝嚇，有啲假裝會來啊！假裝就冇來，睇下冇干冇晒，我太太我真的佩服她。大嫂就去幫忙了，真係給她二話不說，真的我非常感謝。好偉大，要嘛歐洲冇做下。我们无所谓啦。你大伯啊，你不要提这个了，还有大伯，来了就好，这样很有福报。叫我说不要提这件事了，还有哎呀，不过我是觉得他真的哈，是非常感谢他哈，我做6年哦，比周边还多啊。对，对呀，没大傻烟一样用做给。所以你对自己的小孩是一辈子的付出啊。那在协会相关的。那个朋友也是也是很愿意为他们付出，一辈子很多很热心的家长，所以你们真的非常的大爱，对，很有爱心。天公一母亲节，有妈发凶的老大嫂太讲哎呀，很辛苦了，已经加本来会40年了，快了，快40年，真的不简单。
无人学较太巧，没唔使太巧啦，听口就好嘞。可能是他抖啦，全部漏公司的非常什么爱不要抱一下，互相。哇，懂辛苦，亲一个，我是您辛苦了，亲一个，害羞嘞，汉音不能接吻是不是？好啦，放在心里面。大嫂也是母亲节快乐！感谢台湾有你们这么大爱的人，谢谢。新闻台噶，谢谢安子 C。好，什么能力？多谢亮斌，开手，谢谢。啊，迄摆迄个是有安尼特别给包张油枪亮斌的。嘿呀，爸爸节呀，好吗？爸爸节，妈妈在开他甜甜的来。哎，好，阿公节的，阿公节的，好，安子 C，多谢，谢谢，可以哈。哎呦，接下来这一位，再来位，金本燕哈，是，人家母亲有来哦，不要造次啊。最下个 K V 啦哈，王心怡带来妈妈给咪头。哎呦，来弹个啦哈。我觉得我妈她从小她就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对，再怎么样，就是觉得你胖，她还是会把肉夹给你多吃。对，我真的我很胖的时候，我已经胖到56，她还说什么56？好意思说。沙哈了轮都卖唱嘞。沙哈了也就是加天台，没啦，沙哈了很矮啦。哎呦，观众朋友多喜欢听你唱歌啊！有吗？有吗？有台柱呢。有爱，伊甲人嘅犯错，飞云烟天边唔听。我永远记得呀妈妈的味道，让世界听那么光发又小可。我永远记得呀妈妈的味道，淡淡的发露水，高贵又台风，落水的天顺，将点染天路。你都也细后的，不会惊心路。一家从一千头，怪是老菜瓜。丧事丧命，你都也知道。我永远记得呀妈妈的味道，让世界听那么光发又小可。
新颖哦，好，吉娜姐好。哇，你刚刚一个假音让我们赞叹。对呀，对啊，好恐怖哦！就刚刚有一个假音这样。原来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莫名的神来之笔，突然进步这么多啊！对啊，是受谁的调教？应该是俺给阿梅吧？你还给阿梅哦，他完全不想说，应该是罗哥吧？今天是母亲节，你有没有当妈妈的人？啊，他有母亲啊，我有母亲啊。他母亲常常打电话给他，你忘记？对对，好像还有门禁，有没有？11点之前一定要回到家，没有回到家，跟恐怖情人一样。哎，今天他有来，恐怖情人有来。哎呦，岳母有来啊！对，真的。哎呦，还岳母嘞！哎呀，一样没人底子。哦，你看同一个工厂生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真的哦，一样那么漂亮妈妈好有气质，年轻哎。对对对，这样好了，既然妈妈来了，那就请妈妈来到舞台当中，好吧？岳母妈妈你好。罗嫂，乱叫岳母，罗嫂今天是真的有来，我跟你说。吉娜好，大家好。黄妈妈好，对，好有气质哦。妈妈有点像老师的感觉，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闺秀的。但她是会计哦。那这样好了，今天既然妈妈都请来了哈，先分享一下。好，在这么多年当中，这跟妈妈相处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特别的难忘的故事也可以。就大家都知道，我妈就是恐怖情人嘛，很不放心我嘛。但就是印象中，从小到大，她就是一个很忙碌的女性，她是职业妇女，她要上班。然后我就记得印象很深，是国小的时候，然后呢，她就是下班中午不管是就是大热天、下雨天，她都会骑着她的淑女车来学校载我，脚踏车。哇，这很温馨呢。对啊，可是那时候很小，我就觉得说，同学的爸爸妈妈都开车啊，就骑机车，然后我妈骑脚踏车，然后我坐在后面，我就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对，价值观偏差。对，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如果骑脚踏车不得了，很珍贵。然后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好酷，好 fit 哦。对，所以后来我长大之后，我最怀念的就是那一段妈妈骑脚踏车载我的那个时光，然后我就看到她的，你知道汗流浃背，背后就是一片，我就觉得天啊，就是她好辛苦，然后也觉得她的背影很美，这样。哇，妈妈从小就这样子，等于说是亦步亦趋的照顾你。对，所以我今天唱《妈妈的味道》，就是她的妈妈的味道，在我印象中就是淡淡的汗水味，不是汗臭，是汗水味，心情的味道，对，辛苦的味道。那你要不要闻闻我淡淡的汗臭味？罗嫂，我帮你叫罗嫂进来，需要吗？黄妈妈，那新宇从小到大乖吗？他真的是很乖的一个小孩，贴心，对，然后真的很懂事。看看接下来的步骤会不会让妈妈哭？因为明天母亲节，听说你要送妈妈东西哦。对啊，因为她就是一个不爱打扮女人嘛，所以我想说，因为我觉得我妈她是我最好的听众，然后也是我的头号粉丝，然后我就觉得从小她就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然后我觉得长大有能力了，我也想要把好的给她。这样，妈妈就是这样，小孩长得再怎么样都是小孩最漂亮、最棒的，对不对？再怎么样，就是觉得你胖，她还是会把肉夹给你多吃点。对，我很胖的时候，我已经胖到56了，她还说什么56？好意思说？她还说不会，你这样子很好。对啊，对，所以我准备了一个礼物。哇，什么礼物那么好？默默看到在角落，很厉害的礼物。哎呦，盒子很漂亮哦，金奖哦。手机吗？香水不是。哇，J 开头的香水，这不便宜哦。哇，还是大瓶的呢。对，很贵，很贵啊。还有声音哦，你要给妈妈猜。这是我特别挑选，我觉得很适合妈妈的味道，很素雅，然后很温暖，就像她在我心中的那个形象一样，淡淡的香味。那最后新宇再跟妈妈讲一下。对啊，有什么？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都在刚刚那首歌了。我爱你，身体健康；我爱你，永远快乐。妈妈很可爱。爱你，来跟妈妈。爱你。放一下 ，no， 我们太照顾他了，谢谢大家。
应该的，应该的。黄妈妈要放心，对，再来录我们节目就不用扣她，没关系。是，好，对，我们会带她去吃宵夜。对，以后你也不用来，没关系，我会好好照顾你。我会载她回家。谢谢大家。好了，谢谢黄妈妈，谢谢妈妈，谢谢心怡，谢谢。哎，妈妈还要回到原来位置，要回家。好。妈妈可爱。那我要你要留下来一起介绍下面。韩一 V 恰起棍，再来过欣赏，再来露山狗转平板，漂板，漂板。盘古开天，多已金呐，后孙哟，父母啊。哎呦心呐！望子成龙，神风呐，天晴了，地晴呐。喊替父母亲呐，有一天呐，你父母心呐，养育孩子那一啊，嘿来嘿亲情呐。天时了，起来玩哪一苦啊？将给兔子太难，要得要不那恩呐，怎会得声音呐？哇！太司機俾佢無中央都無中央啊！慢講，一開口就那個十分有味道啊！特別有唱到啊，你恰起個欣賞，我分享一下。從那個歌詞都方已經描寫到，呀，最主要的呢，真正的相關。
我嘅妈妈也走脱嚟啦，所以也多少去看诗文歌啦。所以媽媽也冇彩，冇彩咧，佢喺民國97年12月9號過身嘅，記得很清楚，19年咧，所以佢冇就也95歲咧，95歲，做咗13年。82歲嘅時間，82歲時間過身。台灣媽媽60歲，對，胎了之後身體都冇好。對，佢嗰陣時就有中風，19年前係你都卡，要我太嫂嚟照顧，我本身咧，因為也喺上班嘛，要行進嚟啲總要公司上班，要教學生嘅，但是到面向，因為我自家阿嫂也係講要身體檢查到，也要冇好啦，冇好東西，所以我嫂就帶完以後，就我媽媽就送到安養中心去。到安養中心嘅時間咧，中風要動嚴重嗎？冇買開行，冇買開行，要臥床就低嘛，低，但是到醫院後呢，我就想講。我要下班一見過，因為悉尼美麗醫院了到我中醫嘅附近嘅點，所以我下班我可以看，看嚟以後，就倉過邊行，結果人哋講我冇來倉門睇架行，所以我就帶兩學生嘅，我體育班嘅學生嘅，美麗班嘅學生，帶到一個婦女之家去，就倉做義演就倉，做義演，當然我就會衰兩學生嘅去嘅導表。對，你看哦，這個超型啊！對，還打扮成那個孫越哈，咩孫越嘅老來子，也就弄到人家，唱歌嘅啊，唱媽媽，當時已經就記得一張相片就已經叫這位前演員嚟，這位前演。我看有人翻譯。對，佢當天我喺唱歌嘅嗬，我要去做個隨主角噶，我就講媽媽，你乖乖都卡了哦，我出去賺錢哦，佢就會當天。佢就會當天，因為要買，看到自家 live 會唱山歌，又會表演咯，如果帶通規則，佢嘅地都係婦女之家，大家都當歡喜，哎呀，親驕傲，對呀，我講聽講就係母親節啦，雖然講我媽媽冇在，但是都要喊你共邀，祝福天下所有媽媽們，大家母親節快樂，係啊，快樂，哎呀，今日大家車時集佢叫我唱嗰啲神歌都係，就十分有味道啊！真嘅，分享嘅故事咩係？好，係啊，多謝，安子姐，謝謝，多謝。哎呀，沙下來輪到麥演唱咧，沙來就是夏天冇啦，沙來係矮啦。哎呦，唔要唱啊！不然就不要唱好了，沒關係啊。真的啊，不行啊，真的。沒唔怕，我是領一樣的錢。哎呀，觀眾朋友多喜歡聽你唱歌啊，有嗎？有嗎？有台柱呢，對不對？天團呢，我帶了一條歌，那根柱子就是我養的。哎呦，吉娜要帶來什麼歌呢？帶來一港人嘅傳種是番種。對，你看他再怎麼樣想到都是吃哈，一定要的，我的中心思想。林岸讓人漸應嘅菜市場，有限世界中愛。行過溫暖嘅聲音，洶湧嘅比索，帶着藝術世界迷途。有別樣豆腐乾沙點苗，豬牛是群吹強遺忘。下架草牛準備好掉上座，黑暗的記憶嘅迷途。明一天一碗飯，將一聽聽的事，一夢一世的快樂又滿足，一轉瞬嘅笑容化作愛心灌注小暖嘅力
群在强遗忘，下甲草鸟准备好着上座，黑暗的季节迷途，比你甜一碗饭，讲你听听那是一梦一世的快乐又漫长。你转瞬的笑容，把总的心肝都烧暖的力量，偏爱航空，也人生个个代代，有你有爱，一家人的烦躁，飞云烟天边。主给你一串上来的黏黏的幸福。暗号的歌唱实力跟模电的节目后的表演有我做的，对吗？对啊，嘿，很做的啦哈，好感动啊！很感动吗？你是要拿来自己擦的吗？对啊，我刚本来上厕所想要使用，所以你用过了是不是？还没。罗斯峰用过的卫生纸，我刚有喷了一下新宇他妈妈的香水。哦，真的哦，那这个卫生纸应该值个200块，因为香水真贵呢。原来不爱哈。哦，好，爱拿然后嘞。真的董事长的节目当中哦，分享妈妈的故事哦。妈妈，我妈就低调啊，低调。嘿呀，讲太多，会不会她会不高兴？是啊，不会啦，还好。还是你妈妈也是跟你一样也是？没给车位哦，车位哦，对啊。妈妈都是会把好东西给孩子吃啊。所以是牺牲自己，所以她就是瘦小，成就你们。对，为了要维持我们的2副好身材，用心良苦。真的。妈妈有什么在你心目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妈妈哦，김美琼形意跟妈妈共用啦，她也是职业妇女，亲抹寒。对啊，她的性子很急啊，就是比较有场共发就会亲讲新的亲紧。然后他就是比较刀子嘴豆腐心，那记得头发给读书的时间，因为我就是很混的学生嘛，就常常翘课，小朋友不要学，翘课，然后那时候给两手口太好啦，没就讲，高中的时间，还读高职，高职啊，没就讲人家功课就翘课啊，不按没发现呢，被我妈发现，她说你功课那么烂，还要考大学，那平常会乖嘛，然后就忍不住就是被她激起来，我说那我考到怎么办？不能拖啊，后来我就考到大学。是不是比那个鱼跃龙门还感人？不过，后来大学不是应该很容易考吗？你不要以为我真的20几岁。现在大学不是多到？跟龙石还是联考然后一试定生死跟龙石，所以顺利有考上。有啊，那考上还是要有那个还是要付学费什么？对啊，我就想说，就是一片孝心嘛，就说不要给家里压力那么大，因为我们都念就是可能私立的学校，当年扣后个时间压力就很大，那就让阿妹讲，不然我办助学贷款好了。哎呀，阿妹就讲，到时候还不出来，还不是我们还？也是，有道理。对啊，所以再怎么样，妈妈都是辛苦的。正经，亲接稳理，尤其迄头摆做生理的时间，轻天，对啊，辛苦。妈妈会看吗？妈妈，我应该会带出去。带出去，那怎么办？那你现在没有啦，不会啦，不会看啦，不会看啦。妈辛苦了，尤其是这几年，所以呢，我们一起加油。OK， 好，一起加油，好，共创美好的未来，好吧？好 ，OK。那听完吉娜好听的歌曲之后，也要唐曼也来唱呢。哇，这就是眼泪天王吧？眼泪天王天后为主，气炸比韩流流 ，Viking 戴伦。哇，这歌也是不得了，前奏一下就赶着哭的。我们卫生纸买的够吗？有啦，那两眼有啦。等下直接让他们场上带着。好，戴伦用眼。来，后堂的歌曲。
看到你假装遥遥假面，沉沉假云过安多年，18岁就攀登，到尾爱总因实在无欺骗。虽然爱离开无下安多年，你偏爱的心还是你去强骗。将伊的阿布头就看伊的相片，也给你的天堂改变，不是在讲无真恋恋，爱为散漫讲每一年，等爱你重逢延绵的时间，来定爱两生命，一定会好好来。期待你此生的永远，看到你的种遥遥的面，深深的云过安多年，18岁就攀登，到尾爱总因实在无欺骗。虽然爱离开无限多年，伊偏爱的心。也给你的天堂改变，基本你的思念无变，无爱骗你多年过节，相依的暗布头就看你的相片。也给你的天堂改变，不是在讲无真恋恋，爱为散漫讲每一年，等你重逢。爱两生命，一定会好好来，期待你此生的永远。两位老师好，大家好，你好，这个哲伟你真的很多面相对啊，对啊，你看你平常在当老师的时候，你这表现那个专业的部分啊，还可以搞笑，还可以骂人，对不对？很严肃的那种指教啦，对，唱歌起来，哇，那种深情款款的样子，很深刻的情感，很哭。很哭哦，他还没哭呢，拍谁，我都怕我用不到。因为因为啥？你的彩排时间，唔敢看给人目注，唔敢看给人面，因为都没有阿婆。嘿，因为因为啥？T 拜乡下冲凉水果曲。我记得我 T 拜访问飞行的时节，佢咩讲家婆的故事。古时候讲你也节目当中，你也节目当中，古时候因为啥练？哇，那应该有心有戚焉呀。超啊！开始前有个。我看到我就笑了中，对，有彩排我有看到，你已经赶时间在哭了，对，先哭，对啊，一个粽子可以冰在冰箱3年的时间呢，难以割舍，公斤斤，这应该全世界应该只有你哦，会把粽子冰在冰箱，差不多是只有我，是哈，对啊，因为去年2012年农历水果曲正经做一集当完整的发行，还没吃到我人生有无共样的偏法，比如讲，两首歌曲出戏的时间，有当人有影响到其他嘅人，系，因为譬如讲，上济南的节目也好，上东岛的节目也好，大家都会因为两首歌曲上到一个阿婆，有当人私讯我的粉丝专业拢来讲佢当岛的故事，譬如讲，有一摆佢听到佢啲茶档听到两首歌曲，佢拢係無按熟師，佢聽到一首歌曲叫做《台北市差四轉行走》，因為佢上到家譜，演到應叫一路叫轉行走，佢講，佢講是家譜，因為
我卡人嘛，总看的亲戚朋友啊，吃到给几个子孙不孝，他就用不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阿婆啊，他就是后来就是就冇吹了，跳冇开，跳河，因为那件事，讲家婆感情当中，因为那件事情，你家心肝都会结，冇法度打开，冇解决的事情，有2017年的事情3-4年前，嘿，因为那首歌曲，他听到这首歌之后，他觉得他要打开这个结，然后跟他奶奶，然后跟他的亲戚和解，然后他一路给我转去，转到我卡就写了一封 mail 给我。其实我一边边看都更惊啊，就是讲啊，原来13年都有这个阿婆，都有这个故事。我就吃到了首歌曲，我真认同感谢大家。加油，人家狗诶，他找到了一个出口。技术工他希望这首歌找到出口之外，他也要跟自己和解，他不要再把这件事情纠结。像我跟我阿婆的感情，我阿婆对我也很好。她每一次我最期待她来。就是我爸有6兄弟，会给你6兄弟啊，你说压到兄弟就开1张耶2张耶，又要帮另外兄弟，所以算一后面啦，系啊，他个照顾到好好，东西忘记来，大概给我拿钱不塞钱不但给他倾向哎，给我这位个样子啊，我也是刚出道，那时候真很忙，那就。知道好像他快离开了，有场声音就有第6感。对。然后比如说前几天我可能刚好一个空档回去看他，他差不多也好像有点身体状况很差了，然后又上来就忙拍戏啊、做秀啊哈。哇！突然家里打电话说，好像差不多了，要回来，那你要不要回来？他说，我说我2天前才回去。他说你要不要再回来一下？我就真的回去就阿婆就等着我。他真的等我真的就等我，就是留下最后一口气等我。看到我，然后我因为第2天一早又要拍戏，所以我在沿路。我就开车开到不知道新竹还是哪里，高速公路哦，突然一只猫冲出来，我速度是100多，我抓，好不容易抓稳，我想有问题，打电话回去。我奶奶就那个，就是所以，对啊，对啊，慧清也是，慧清应该也有很多故事要分享哦。就大家都是阿婆带大的，然后我也是阿婆带大。其实阿婆带大我自己一直对原来就我自己的妈妈其实很陌生。然后一直到阿妈离开之后，我才想起，原来我有妈妈。我才意识到我是有借由这个有妈妈的小孩跟妈妈和解嘛？对，然后是到其实这2-3年我才跟妈妈重新联络，重新建立关系。对，所以你从小就是阿婆这种隔代教养。对，那时候在你印象当中你是没有见过妈妈还是？有见过妈妈，但是妈妈跟爸爸离开家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带着我的。我要留下来照顾阿婆，然后阿婆也照顾我，这样互相照顾彼此，相依为命。对，可是我很想在节目上面，其实是想跟我妹妹说母亲节快乐，妹妹母亲节快乐，因为我其实现在是剩下妹妹照顾我，她就像我的妈妈。哎呦，对，是哦，对，你也要跟你自己说母亲节快乐。对啊，我们也是妈妈。对，我也记得，突然想起来我自己是妈妈。你也是很辛苦啊。对，是哈，对，这个任何的女性，任何的妈妈，伟大，每一个妈妈都很伟大。对，所以分享完，刚刚那个哲伟哥说要有什么好料？对，我想说大家哭一哭还是要有点力气。对，我们需要补充体力的，可以吗？对，因为我大概有重要的事情的时间，阿婆就会在我梦中煮一桌菜给我吃。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感人。真的假的？为什么每个节日都会梦到阿婆？今年又有，所以怎么那么好？对，我都觉得好好，所以我今天要带来我记忆中阿婆很重要的味道。一个是。我先端出来好了。我想要点歌，点歌。今日从来讲，我想要汤葱，你自己啊，做得。偏偏爱就爱从头发开，
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南偏北偏，爱用过了19年。你陪我慢慢走，也叫不停停。妈妈还有没有什么比较你觉得比较温暖、贴心或感动的事情？啊，今天刚好借这个机会跟妈妈温暖贴心，上岸救哦，干上岸救了。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平常就是感情其实跟爸比较好啦。哇，好哦好哦。那有没有母亲节特辑吗？哇哦，好料的来了。你还蛮厉害的吹啊。罗哥刚刚有讲到一个很正确的名字，叫做破吹整牛，破吹整牛，吹整牛。就是两个人大伯，正下从我自家做嘅，我做去前阿婆以前會買嘅破吹，然後還有豬肉五豬味哦，五豬味，豬類請用，對，只有選擇來豬就對了。沒有，台灣豬，神聖，羅哥請。哇，這個好，這個有，希望有阿婆的味道。我幫你有香，有香嗎？有，哎，吃，感覺要白飯哦。對啊，有白飯嗎？這鍋是白飯。客家人是較鹹吼，其實唔是比外面懂好食。羅哥感覺很餓呢。兩用還有用心哦。哦，是嗎？可以嗎？羅哥有沒有？這樣子我有點於心不忍呢。小康老師，有嗎？哦，有媽媽的味道，有阿婆的明星，阿婆媽媽的味道。好吃，然後那我一邊吃，那兩份哈，我要獻給吉娜，加一組，對，加一唱幾首歌曲，我想到差唔多吉娜啲接嘅節目冇幾久以前，其實我講係一件事，佢講再會講有首歌一頭菜冇，我就一直覺得我要為他做這道菜，就是芹菜炒高麗菜，哇！我特地為你準備，因為他說他很久沒有吃到他阿婆的味道。芹菜什麼？炒高麗菜，因為很少，這阿婆這樣會周圍傳。芹菜你也沒吃過對不對？我們客家阿婆還會炒條魚。真的。對，但是我沒有弄醬油，因為我想說不要再讓你變黑了。然後芹菜炒高麗菜，對，你喺客家沒客家那個芹菜味道。對。我沒有放醬油，我希望可以有讓你吃到奶奶的味道。你要吃一點嗎？我幫你加一點。我有，這也是你阿婆的味道，也有客家味。對，你沒有你用啥哈？從節目時間啊，我們兩個就在講，我就講啊，青松央啊，阿婆炒嘅芹菜炒嘅玻璃菜，頭擺不是第一配的比手是高。你去自助餐也不會炒。對，結果哲偉哥就說他阿婆也會炒這道菜。對，我們就很想說，因為我董你講，我也沒有吃過這道菜，我就一直把這件事記在心裡，然後希望可以給你一點溫暖。從來沒有見過可以把這兩樣菜結合在一起，有好吃嗎？好吃，真的很好吃。它又有芹菜的香味，然後又有高麗菜的甜味。有一句話講，我懂很多吃拿人的怎樣嘴軟，拿人的手軟，吃人的嘴軟。對，沒有啦，吃人的。我想要點歌，點歌。唔見比從來講，我想要湯沖。你自己啊，飛行嘅歌，天咪幾多幾嘅時間，其實沖兩首歌曲，媽媽老愛強下沖，媽媽老愛強下沖，一團，對啊，走的，所以我一邊唱，你們一邊吃，然後我們一邊吃肉，這樣會不會很沒禮貌？不會，我會給羅哥轉來轉去這樣，這是辦桌的感覺。辦桌的感覺，那是不是要弄個舞台？細細嘅時間，愛就愛從山高，無馬嘅為圖書，絲毫從山高。方慧清也加一塊好了。山高愛從長夜來思啊戀，偏偏愛就愛從頭髮開。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南偏北偏，愛用過了19年。你陪我慢慢走，快呀！相信是如果6年，天空出來長地自家動動，不記得。歡迎飛行嘅兩姊妹，無盡
家有女初长成哈，真的很强。他们的时候是3年级，这么小，然后慢慢，现在已经怎么会这样子啊？跟妈妈拥抱，好可恶哦！我这一套演很久呢，我彩排的时候我还跟慧君说。大家都带女儿带妈妈，你怎么一个人？我们说为什么我们2个人是没有妈妈也没有小孩？所以你看，哲伟为了这一段设计多久？对啊，也没有啦。我想说就是好特别的节日一定要让你看到你女儿。对啊，哇，还有鲜花，鲜花，好棒！还有卡片哦。怎么会这样子？往前一步好了，往前一步。还是你很想要吃一下那个？对啊，要边吃边聊。那个肉真的很好吃。我还想说，真的怎么是我唱歌，然后大家在吃肉？对啊，然后突然又有合音这样子。对啊，他也没发现有合音嘞。你看，我很认真唱，我想说我那一段有拉拍子，结果有人帮我唱，所以我现在要干嘛？你干嘛？你想干嘛就干嘛。对。2个女儿来分享一下，还有些卡片给妈妈的辛苦，然后念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卡片，来你念一下。一山，与你悲伤时褪色的海浪，哇，与你妒忌的自省的思考。母亲节快乐！哇塞，好温馨哦！天哪，褪色哎，对啊，他会用褪色，所以他们俩到底什么时候来的？他们来很久了，那花一直我帮你收藏着。依婷要送什么？依婷的是一封信吗？这个是我们帮您准备的礼物，耳环吗？哇，手链，好棒！谢谢，我好像没那么瘦吧？珊珊说这个是伸缩的，还被伸缩的，那我也可以戴咯。这是去拿一个供球的，这个是中间的这个是自己编的红纹石，然后这是紫水晶跟石榴石。这你们自己编的吗？对，我自己编的，你们自己编的。这是珊珊去买的，它的手链的功效是可以对，它是有功效，它会调整你的心情，你的心情就会变好。好，看到你们就好，你们是最好的2个水晶，真的哦。然后2位小朋友，今天妈妈在这里啊，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妈妈讲？就是妈妈很辛苦，然后很勇敢。勇敢，我也觉得很勇敢。好。然后我们妈妈都说我不正经，可是其实我只是想要让妈妈开心而已。贴心哦。对，他真的不正经啦。他每次离开我就看我的手机怎么都这么多他的脸，他会拿我的手机偷偷的把他自己拍起来。他就是要让你开心啊。对，他不是不正经。抱一下，人家都哭了。不要害羞嘛，爱要说出来。对呀，对，爱要支持。对，要支持。好了，亚团表演团呢？好，安尼海团的有请到乜嘢呢？海团嘿，龙贤贤还有龙妈妈，龙写龙妈妈，感觉好威武哦。我带了马个后台过听一下单眼哦，听一下单眼。妈妈老爱开哈窗，他们就是开头了。原来我们才是他们是 opening， 我们是引言人，引言人 opening， 杀了他一族啦。好了，他妈妈表演的，一般给秋田。条重重的天涯路，行两条重重的孤单路，愛不會飛跳，愛也無後路飛跳。重重的歸鄉路，行兩條重重的深陰路，愛腳步停停，愛也緊行緊慢。秋天啊，一番呀故事，一般嘅事。
一万个思念啊，爱行两条路。条重重的天涯路，行了条重重的孤單路，愛唔會飛跳，愛也無後路飛跳。重重的歸鄉路，行了條重重的思念路，愛腳步停停，愛也經行一晚。哇，萱萱还有龙姐姐好，寂寞一样哎，寂寞哎，那有像母女，这个从有做给有没有姐妹装这样？对啊，特别去跟人家借衣服。哎呦，所以用啥母女怪怪的，你们确定是她是女生的吗？对啊，董卿啊，有他们有家学渊源呢，有好嘞，也没有。他冲阿爸啦，阿爸，他冲阿爸，我觉得你比较耶，他居然耶。其实妈妈比较脾气来啦，哎呀，但是哎，也是为了我们这个母亲节特别节目，母亲节，第一拜送都开金口了呢，真劲啊！姐姐唱得很棒啊，对啊，很冲口，这个准呢，很准呢，准的恰到好处，刚好都在该抖的地方。清后堂啊，后堂啊，真的，你唱过没不会数年摸哟，有米都那个音域降低，我马上把它报名一下，可以哦，可以。国苗，妈你妈太抖了，对对对，妈你妈太抖，哦，对，你讲一下。对，妈妈从小怎么样教育你长大？有客人来家里，有引航了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在旁边闹嘛，因为客人来就会想说，哦，妈妈应该有求必应，兄弟嘛给妈妈，好像会吵的小孩有糖吃，对，吵给就吵嘞，给同引航讲，等我一下，我打小孩给修理他一下，对，真的盯引航面前，对啊，他还问你赶时间吗？他问客人：“你赶时间吗？我打小孩给你看。”然后他们打个1-2次会讲啊，不会讲嘞哈，就不敢拖嘞。没来跟银行，还懂收跟银行，嘿呐，收跟银行知道吗？嘿呐，没收跟银行你就小心了，马上报警。我跟你讲，莫个就讲电啊一行啊，然后出到底关一关系哦，哎呦，除了这样，妈妈这种比较严厉的部分，对啊，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比较你觉得会比较温暖、贴心或感动的事情？
今天刚好借这个机会跟妈妈。温暖贴心，你上岸救哦，干上岸救嘞。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平常就是感情其实跟爸爸比较好啦。哇，好哦。那有没有母亲节特辑吗？没有，这代表跟你感情好。没，因为母亲节其实每天都是母亲节。对，这是我的要求，基本。对，妈妈跟我说过，就是我们的生日，黑吉公母难日，对母难日，所以应该要帮他庆祝，不是帮我们庆祝。也没错。对，然后再就是情人节都是要帮他过嘛，毕竟他是爸爸的老婆，毕竟他是你们家的公共情人。就没有爸爸的，对。然后再就是父亲节，就其实就是也是要对他好，就是要老家把熊吵，对，要对他好一点，对给他好，要不然他跟爸爸吵架，要不然整个家就炸开。对，所以你看这一段就是跟刚刚前面那几段是完全不一样，这一段就很欢乐。本来他们也有设定要讲一些比较感性的东西，你看到现在都不讲，不是讲不出来嘛，某个供出来，供啥个熊出个冯氏某拥拥啦，他们就像朋友，对，姐妹一样啊，这样很好。一直延续。好了母亲节快乐！亚吞哈，谈给亮鸡，不要冲这个，神奇，杀好了。哦，是非哦，你嘅评审欣赏，是非还有是非欣赏嘅妈妈徐妈妈带来英共恋情。好嘞，坦克啦。门内钓到层层旁，层层旁。都贵中的时间还成绩比较好的，他突然就说，那我借钱买田跑这样，买钢铁没法，搬家很麻烦。那买电子琴可不可以？他就来讲不怕，只要是琴就可以。结果他买一个木琴。风间来唱起咯，夜光相爱到情浓，电每电到天太高。昨夜竹条下错对做面窗，门内钓到层层旁，层层旁，高经寒花。长望前方。阴光让风亮黑亮，空风眼来唱起咯。情浓，电每电到天开光。昨夜竹条下错对做面窗，门内熬到层层旁，层层旁，多经寒梅样，落梅海崖，空飞一场。哎呦，诗慧老师好，马该讲啊，很厉害哟，徐妈妈好，哎呦，真的唱到呢，徐妈妈来到你节目当中，很厉害哟，很厉害哦，紧张哦，紧张，你好，忘记麦克风。哎呦，所以妈妈也是有这个音乐天分，对吧？其实係細時節啦，比賽，我咧欣賞聽我媽媽。哦，係當時應該媽媽是學音樂的嗎？沒有，他沒有。佢講係唱過嘅，係因為有比賽嘛，比賽叫做我8歲天啦，佢當歌啊，就要教他台風。對，你為什麼會？你那個時候要將他這鏡子照的，看你那個，看你自己有沒有漂亮，帶台風那個台風有沒有大氣，是哦，這樣練習，然後去比賽。台風。所以你什麼時候發現他有唱歌的天分？ 2歲。
两岁，哎，那个时候还叫牙牙学语。哎，对啊，他看到电视唱他就唱啊。哦，还不会讲话就会唱歌了。2岁。那什么时候开始才买一些乐器啊？宅皮，那3年级吧。宅皮啊，宅皮。国中宅啊，宅皮。买的时候是国中啦，练是国小就练了。国小。对哦，练他想要考国立艺专嘛，那么在台北国立，不用练那个钢琴，一直练到那个手破掉了，还在练。我说不要练了，他还要练。唐贡斌都应该要让4位老师学琴呢，很感人呢。讲家庭嘅反给唔系钱，不加钱。对啊，因为去贷款买一台琴给他。真的假的？对啊。还去贷款？对，那时候发太10万吧，一台琴 organ， 一台 organ 要10万元，其實對我不考慮講阿比動態。基隆市按多年，40幾年的啦。我國中1年生的時間。基隆市一台琴要10多萬哦。有啊，10萬。他用去貸款的啊。爸爸咪辛苦賺錢，媽媽咪辛苦賺錢。因為呢度講細年我學唱歌嘅，其實我講是唱我還看唔白啦，因為小時候比較頑皮啊，就不懂得什麼叫做珍惜，就好彈琴聽，就不愛讀書，媽媽就處罰我。學音樂的小孩本來就不愛讀書，就不愛讀書，就讀不好怎麼辦？他就把它停了。都國中的時間成績比較好的，他突然就說：“那我借錢買琴本好。”這樣，我突然之間整個就很感動。我說：“剛家裡沒有錢，家裡沒有房子怎麼辦？買鋼琴沒辦法，搬家很麻煩。那買電子琴可不可以？”他說：“還講唔怕，只要是琴就可以。”結果他買一個木琴，只要是琴就可以。電子琴比較輕啦，你做嘅搬來搬去啦，鋼琴搬來搬去較麻煩。考試嘛，佢要留一台琴買睇，要揾一台琴。真係要窮樣嘅價錢，要揾一台琴真。所以一路栽培耶。係啊，所以佢講實在媽媽當辛苦啦。所以仔皮就要好啦，哦。精神貢獻。而家客家貢獻難睇。還有一點成就哈，還有點成就，原來啊，這個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力啊，真的。謝。聽說媽媽吼，嘿，火龍果會創個洞火，係嘛？係哦。啊，我都火龍人啊。啊，你火龍人哦。嘉義出生的啦，是客家人啊。哦。佢講火龍講得比客家個較好啦，講實在。所以佢發音當講火龍較順些。哎呦，真的啊，難怪家常講有點火龍強。因為講出火龍強。18歲當佢是學客家吧？18歲當我講嚇，係要當學嚇。啊，你創來都係創一團嚟，然後合唱啊，直接創啲歌，有乜嘅歌？你要唱什麼？你想要唱乜歌？第三杯。好了，媽媽已經直接靠大字報。好，媽媽第3杯酒啦，係嘛？第3杯酒，這個是龍千玉龍姐的歌哈，Linda 的歌哈，好吧，Linda，第3杯酒哈。我祝福你順風照心願，咱的情雖然大地流亂，請你按下唔通操煩。來，我頭一杯祝你圓滿，第2杯鼓勵你通過任何的難關，第3杯等你心夢開旋，請來繼續飲好哇！太厲害了！衝給輸入喺個人看嘅。半身完全這就是我為什麼2年級的時候他會給我搞啊，連麥鼓出來。對，難怪。對啊，現在看世慧老師有時候唱歌就很老派，有沒有？
要你啊欣赏你啊，是经典好不好？经典嘿，主题曲嘞。我如果有去报名比赛的话，都唱这一首歌。哦，没练啦。有得奖吗？有得奖？有啦，唱得这么好。是哦，太好，第几名呢？就你那个郑金盛老师那边比的。第一名啦！第一名！哎呦，太厉害，太厉害，够厉害的。好了，谢谢，谢谢三公主，谢谢，韩子谁？谢谢。一起来介绍哈一团的比赛。好，我来讲哈，总飞先生還要揀咩？來熱頭髮。好嚟。春天嘅熱頭髮，熱頭髮，記得是行家，土嘅老散發。熱天嘅熱頭髮，熱頭髮，都係牽牛髮，爸爸爸爸爸。轉不開，春天嘅熱頭髮，熱頭髮，記得是行茶，土嘅老散發。熱天嘅熱頭髮，熱頭髮，都係牽牛髮。爸爸爸，啦啦啦啦，秋天嘅熱頭髮，鏘鏘講故事，本愛他。沙啦啦啦啦，藍天嘅熱頭髮，鏘鏘唱歌，痛愛轉不開。轉不開。哇，雙胞胎啊！真的，這對母女也太像了吧！周寧你好，一模一樣，真的是。哇，這一模一樣，你是不是像照鏡子啊，慧茹老師？真的，嘿，親熊熊嘅女兒也是第一次上節目嗎？上節目，然後第一次唱歌。哦，第一次唱歌，有媽媽的真傳，真的是很厲害。你就遇到了，你知道我們和音界的那個天后。天后老師怎麼今年用我想我帶貓的空下來上節目？當母親節啦哈。對，母親節。那我也很感謝南野打擂台，然後問我說，哎，楊貓可不可以跟我一起上節目？然後我就說我問問看，然後我就問他，他說哈唱什麼？我說有一首歌很好聽，然後我就放了亞俊老師的《你頭髮》，他一聽他就說哦好。哦，是啊，因為艾迪他喜歡什麼樣的音樂風格，跟什麼樣的聲音，這首歌也很適合他的年紀唱這首歌，很青春。對啊，你應該也蠻開心啦哈。
很棒很棒，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一对母女哦，最大的这个让人家惊艳的，很马盖你嘛。哎呀，女儿很喜欢 cosplay， 对，结果妈妈也他们的 cosplay 很厉害，对啊，就一直陪着她。很厉害的 coser 是自己做衣服，去给他做衫呢。哦，他也有自己做，哇哦，真的哦，很厉害，好厉害哦。今天有带那个作品啊，打扮过你觉得最经典的一些。这边有照片，这一套就是他自己，我们今天有带来，因为上面还有一些道具，都是他自己弄。哎呦，这是慧茹老师哈。对，这是我。哎呦，这个角色，但是我还是挡起来了。这也是我们一起去出团，然后这个在动漫角色里是一对母女，我们就一起这样出去玩。这是约定的梦幻岛。对，你有看哦？对，约梦，然后所以那母亲陪着女儿一起去做这个事情，是为什么？为什么你当初会？因为我想到讲因为其实他小时候就很喜欢帮芭比娃娃用皱纹纸做衣服，然后有一次我在厨房煮菜，他突然跑来说：“妈妈，你给我一个塑胶袋。”他很小，那时候大概是幼稚园还是小一。我说你要干嘛？他说你给我，我就给了他。过一会儿他就把那件塑胶袋弄成一个衣服穿在身上走来走去，我也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他长大有一次，他就是因为我很忙，那所以我常常回家的时间也不固定，艺人都是这样嘛。那我突然回家的时候，我就说。我回来，我都叫他心肝。我说心肝，我回来了，他就把门锁起来。心肝，因为我2个小孩，一个心肝，一个宝贝。心肝一个宝贝。然后对，然后我就敲门，他就把门锁起来。我说你在干嘛？他说等一下。我就想你在里面干嘛？我就开门，结果他就不开，我就硬叫他开，他就悄悄打开。结果他把自己弄得就是 cosplay 一个角色，我就看到他本来很怕我骂他，我说哇你好厉害哦，从此以后就不锁门了，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不用看到什么后就鼓励他，他就不用瞒着你做。对，那后来我有时候会跟他去场次，因为他有时候中装就是衣服比较多，然后我就开车带他去，我就跟着他后面玩，就发现很有意思。后来我说，他有一次就是要去台中，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那我想我都去了，那我也来出一个好了，那就是我第一次就跟他出去玩，一玩就上瘾了。第一次 cosplay， 对，哇，你看这个，这什么？他自己做的耶，要不要自己介绍一下？有，这真的很厉害。那这是什么的造型？这是动漫角色。哪一个动漫？这个是一个动漫作品，叫《地府少年花子君》，里面的一个角色叫三叶。哦，这个对我来讲真的是很遥远，很像外星人。天方夜谭。你看他这个都是他自己画的，这上面的眼睛画的吗？对，都是他自己画的。这眼睛是画的。那个牙齿也是，然后背面这个也是，这真的很厉害。对，他就一笔一笔画。是，开心哦，跟妈妈第一次一起唱歌，很开心。好，谢谢。那这个明年如果母亲节有机会，再把女儿叫来，好吧？好吧，谢谢。好了，那下一段呢？来。谢谢2位。下一段我觉得我要去漱个口了。你要漱口？你要报这个天王的名字，要漱一下口。真的，还有天王，哪一个天王嘞？就一个天王而已。罗哥下一段我来，对，我来唱个歌了。对，罗哥和罗妈妈要带来你的招牌曲。对呀，这今天怎么可以邀请到我妈妈来到现场？为什么哈？等一下，我妈妈已经吸引很多年了嘞。真的，他已经大概吸引20年有。我们今天是不惜重本。接下来这一段厉害了哈，厉害啦！我跟罗妈妈，这个画面应该20年没有在这个荧光幕前。还有和声对，也是这首歌的那个原声原影重现呢。好的，待会妈讲，你去给烧鸡一下好了。C 妹安强，C 妹安强，C 妹加安强来。罗哥开多个时间，他们就亲手。基隆市我记得，我太太有同我讲啦，我妈妈当日伫屋卡，伫医院门口，伫那一组求田讲拜托，帮我来多活几年，多活久一点，要不要给妈妈拥抱一下？阿妈意思讲已经拉的啦，
不是讲我已经活过了，我做的。就是他是用折寿给我，那时候我听到我真的好难过，我觉得我很不孝谁会安将就将的一句话，啪啪的牙齿，风风的嘴唇，摸住那杯讲法。谁会安将，谁会安将，生活的没有办法。标准的身材，甜蜜的笑容，色彩要等一下。风花有个一对茶，谁会安将爱马莎？爱上了斯文又后生，爱爱唔会差。谁会安将？谁会安将？就像的一句话。啪啪的牙齿，丰富的嘴唇，摸住那杯讲法。谁会安将？谁会安将？生活的没有办法。标准的身材，甜蜜的笑容，色彩要等一下。风花有个叶来茶。谁会安将爱马莎？爱上了斯文又后生，爱爱唔会差。风花有个叶来茶，谁会安将爱马莎？爱上了斯文又后生，爱爱唔会差。还有罗时丰与罗妈妈带来这一首《谁会安将》，谁会假安将？哇！你们看到还好，我的歌唱这部分没有遗传到妈妈。哎呦，如果遗传到妈妈，我今天就没办法站在这个舞台上了。今天母亲节，母亲节，哎呀，唱得清好啊！真的，今年用我很耐咯。嘿啊，唔要吸引20几年了。93年有一个客家电视台都有哈。我忙是双叶在舞台。哎呦！有冇上节目当印章？印章哦，唔会啦，你就唱起个不卡，系冇？今晚因为母亲节啦，漳州的油腔都罗妈妈来。真的哈，就是要爆你一些料啊。哎，我有什么料？我从小到大就是个品学温2000公让吗？对啊，品学兼优的孩子啊，我也没有什么这个。敢黑暗涌罗妈妈？是啊。你声音也懂调皮了。哦，懂调皮，很马上打脸啊！本来青头那通的就是去国中噶哈，因为头是盐啊，头盐哦，哎呦，国中哦，哇！跟训导老师会打了讲，哎，你那个罗时丰没有来升旗，假把子走上去看，看到几头，那个升旗外面一头的爆眼，巴掌就打下去，哎呦，打下去给我讲，你给我出洋相，他爸爸这样。你一定要打的，我们家里的杂货店的烟就是被你拿走。是啊，难怪你都买多。结果那天回到家，我爸就把一包烟整包塞到我嘴巴里面了，让你一次抽个过瘾。那么抽，那就塞到我嘴巴里面了。你用班，谢谢爸爸。对，我说你塞了，你没有点我怎么抽？不过堂东就会清黑上个时间就没吹了，妈妈没清辛苦了，我妈妈，对了，这个我觉得我妈妈哈，我妈很伟大。嘿，我妈真的，其实一般呢，就是传统的客家妇女，刻苦耐劳。然后嫁给我爸以后，然后就开始因为有田地嘛，就共同所有就做田西啦，做山西啦，有的冇的，还有插播店。但是就都。
差不多啊，佢讲4个生日哈。你讲几多？你现在要公开这件事吗？4个生日，还有哥哥嘛？有30哥哥，30哥哥。天野哥哥啲，伊度说先10歲哦，9歲嘅，9歲。哦，就冇睇你。真係做得。嗰陣時當差唔多4、5歲嘅年齡，差唔多人講啊，一條魚嘅死掉了，一條魚嘅死掉了。我就小時候就跟着他跑山路，然後就遠遠就看着我媽就跪在地上，就是在那邊啊，就我哥的那個啊，給他發面，啊，就是在他的人生當中，他阿媽已經80歲嘛，經歷很多滄桑，辛苦嘅事情，憂傷嘅時間，天野來做的，佢到50歲中年嘅時間，我爸爸沒供養住你個心肌梗塞，沒突然間走的，啊，都差唔多10年前。我的哥哥沒弟個面前沒讓你走的，所以我媽媽經歷過很多那個，是我們一般人是沒有辦法去承受的這種壓力的。經過很多風吹雨打。好彩啦，好彩啦，身體健康輕鬆，可能嘅，嘿，前幾年嘅時間嘅羅哥開刀嘅時間，他們就親手。佢親手佢人生中開3次刀，300多。第一次開就1禮拜過後就會出院就去撲氣，也2次開就很嚴重。床嘅就個體26公分，26公分，個20人嘅就靠嘅點滴頭嘅打，就全部是東西啊，吞唔落嘅，吞落去個床嘅不痛，就20人嘅後醫生講食東西食得嘅，我就煮到唔同去鼻塞，用湯匙灌鼻塞，看佢啉到一口湯，我就心肝就歡喜，韓國當時我在病床，我就等於就提講，然後也個門檻一天過得去，冇問題，那過得去嗬，人生一天反轉。演藝事業一天反轉，正經呢！我是見條橋，見條講，見條菩薩，見條神。真的，媽媽就跟一個寶一樣。對啊，嗰樣時我記得，我太太有同我講啦，我媽媽當日啲屋卡，啲醫院門口啲那就求天講拜託。幫我來。多活幾，多活久一點，多給媽媽擁抱一下。對，阿媽意思講已經拉啦，唔是講我已經活過了，我做的。就是他希望折壽給我，那時候聽到我真的好難過，我覺得我很不孝誒。我想數過咧，我活過年齡拉咧，做的咧，我就折壽給我。不，我們一起長命百歲啊！唔是都幫你，很犧牲免。係啊，咁我而家有你嘅節目啊，有冇去發？羅哥有冇去發？我老媽媽講，要跟媽媽說。對，我希望我媽這個能夠不要把那麼多這個事情放在心上。哦。看開一點，顏色就紛紛。對，看開一點。我媽是這樣，她不止家裡小孩的一些瑣事，她都要煩惱，連國家大事她也煩惱。真的，憂國憂民。對啊，憂國憂民，憂天下，奇怪。哦，我媽是屬於這種人。那沒有出來選里長。對。老闆說了啊，係啊，有冇發咯？羅哥講，望我嘅，
蒙古牙，红红的东西莫是，红红的东西莫是，他做的会衰来的嘛，哈，他健康啦，哈。哦，对对对。哇。哦，反正他个富强啦，哈，系啊，内面好好的身体保护好，安尼做个友好嘛。啊，斯坦伊面空养伊面身体保护好了，心情变下开的喂。按用下来的，迄声音就会欢喜啊，开始甲强下欢喜讲的。系啊，总唔好本讲后台。生年就有动态负担压力啦呢。哦，对对对。讲个韩国听要制作单位感谢，有一只舞台有个机会帮来上了，感谢制作单位。是梦一张抽嘞，都吸引20年来被给出。韩国有一只天师台，好造就很多年轻人。韩国有一个老师，以前不是看到的，全部体育舞台能够看到发光发热。韩国有个很多优秀老师去各县市、各乡镇去教一个欧巴桑唱歌的，本一个欧巴桑的娱乐。好，啊唱啊，拢咪唱到会出场去唱的。所以。客家精神莫忘掉，好，要客家文化继续传下去。哇！我觉得这个节目我妈来主持比较好。也不错呢，真的做得出了先例中了呀，很适合哦。哎呦，对我妈刚不是前面唱的那个《C 曼讲》，其实那首歌她根本很少唱。金秀聪她的主题曲是什么？你知道？有张偶像呢，还有偶像在那电视。她有主题曲，她主题曲是那个《梨花泪》，有没有？梨花泪哦，坐在唐立团嘛。梨花泪，梨花泪。爱上你永远不后悔。老师记得。爱上你永远不后悔。除了你是心又有谁？喜酒下梨花泪，点点滴滴都可贵。很怀念啊！相聚是满怀天竺味，分手是美梦难追回。喜酒下梨花泪，看光了梨花吐心泪。冲狗就好了呀，黑毛。对对对，这是老歌哎，他后来也进步了，他也随着时代潮流，真的哈。对呀对呀，慢慢比如说像蔡依林，他从那个城里的月光，哦，然后变成蔡依林的日不落，哎，哦正经哦，日不落没有冲哦，没有对，妈，这个好歌。哦，这要留到明年再来，好不好？明年母亲节再来。对啊，他刚看的节目嘿，看罗妈妈要从城里的月光，要日不落，明年再来看，明年再来看呐哈。啊，今尾先来看个罗妈妈的一个偶像冲过，哎呀，今年我妈最期待的，抽的2片，偶像，偶像哎。你各位哈，白天不厌哦。哎呦，你秋下心伤。对，今天我妈妈最期待就是这一刻，就这一段。思念，我每次回到家，哎呀，师傅，我同讲，个秋下心伤哦，让我按强，个唱歌让我按好当，尿，大把子同人念都喊烦喊气，啊不，念都喊好喊脏啦，所以今来啊，上个节目。天台希望做的亲眼见到我们的秋霞老师，秋霞先生就看到的 live 有嘛？对，我们欢迎秋霞先生。哎呦，欢迎有奖嘛？
讲哦，讲哦。哎呀，你是人生就会创业过的。哎呦，你是人生，你是人生，你创乜個？創業乜個？頭髮開來，長髮哪裡摸？嘿，阿哥兄妹身上兩三毫。一想來曖昧也有哪裡真？你想的曖昧想啊哪裡從？我張口滿天天就命哪裡放啊對喲。这首歌是小菜一碟而已，所以。亲就唔記得耶穌講啊，說誒老師傅我嘛個演象牙床嗰條歌嘛，象牙床啊，有嘢象歌詞想唔到，想唔到歌詞哦。大概滿幾講啊，我唔記得，記得唔記。我媽媽今比記落一節目，佢親上做在糖豆秋啊先生，帶落去就從後上細幕嘅時節做好糖嘅條歌曲，咩暗黑噶，經典的一條傳統歌，娘親兔子。哦，娘親兔子，母親節啦，百聽不厭，百聽不厭。母親節吼，無糖一條歌就不應景。哎呀，好，我愛記不帶了出來，娘親兔子。哦，現場的好好糖啊咧，娘親兔子。亲爱兔儿子，你就苦难当啊，艰难就内心来苦
心酸了。谢谢邱霞老师，谢谢。按姿势都叫的，感动。系啊，一条歌讲真的，除了邱霞老师唱是有个弥陀的呢。哇，安尼。从细时阵是无阿妹哈咧，种个感想，安尼有一个有个感觉。对呀。所以了，阿峰你还有阿妹，你就这个真给真想。对呀，当然，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好，今天真的很谢谢邱小姐哈，带来一条按经典的歌曲啊。我们节目也到尾声了哈，差不多了哈，时间已经到了。谢谢所有的妈妈，谢谢所有天下的母亲们啊，那也母亲节快乐，是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啦哈，真的有好阿爸阿妹，有好妈妈。好，安尼今日第一祝所有安尼填海妈妈们哈，母亲节快乐，快乐，身体健康，那才最重要哈，身体健康哈，也谢谢邱佳老师啊，谢谢罗妈妈哈，谢谢各位啊，谢谢母亲节快乐，谢谢好，安尼今天节目就到此尾声啦，好，谢谢。好，中国朋友，大家打电话来，天马郎96667郎6郎，还有传真天马郎11777榜132，开启讲母亲节快乐，什么太高？谢谢。还有什么？小飘老师辛苦了，母亲节快乐！老师们谢谢。天成哥恭贺你，母亲节快乐，辛苦了，谢谢。什么太高？拜拜。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来。来宾。